文化首都台南数位发展相当的早，其中国画研究会嘛称作国风画会，成立已经60年，加上迎接2024年台南4败重要时间点，虽因冠以盐湖城盐冈作为会员的创作主题，同时邀请过往会员的家属提供作品来展出，包括创会理事长蔡超如等等来回顾前辈风范。特别规划了这些已故会员，我们从他们的家属或者收藏家手上呢借到了一个展览，这是一个特色。此外，刚好正逢明年台南建成400，所以配合这个我们市府文化局的这样的一个推动呢，我们选择主题就是以台南的这些山川风物、诗文这些东西为主题，所以算是这次我们国风展的2大特色。老中青3代拢有的会员创作当中，有水墨、有书法、有篆刻、有教材等多元媒材。每一位会员伫追求艺术的道路上，无形当中嘛提升社会艺文风气，为府社文化贡献尽一份心力。这个二土地形是南台湾的一个特殊地形。无什么重大的规模啊，一个乡间的一个小角落啊，有我个人真正的感情底的对。那我就以这一个很少人记得的古迹作为一个背景，它也顺便记录了几位这个工作者在安平故乡的一个付出，那让以后的人看到这个画也会想到它后面还有一些故事。市仔头庙。哦，遐有一个菜市啊，旧庙后壁是燕潭，就是迄个中山高园。哦，咱甲伊组合起来一张图安尼啦。较早有牛车咧载起来在卖，咱讲较早有米家啦，吼，咱甲伊还原安尼。该展览对7月14号到7月30号伫台南文化中心文物展览馆甲第一艺廊展出，邀请大家用思维来疏解压力。国风思维展，大家做伙来看展，赞啊！赞啊！台南新闻管制采访报道。